犯罪是话，一个监考者。喂，警察来咯，敢有影？骗你的啦，惊破大了是无？其实有无怪机，所以爱破大的代志啦。早已扣财被罚金属5元斗，因为无受免扣未轮家里话。我们店里的伙计有4-50名，算来数他一中得裁员，所以他每季都要出入我们店里。一般得理花了金数5角，4角半，4角，但他只收2角半，剪得摩登不摩登，这种漂亮坏要不数小布以上的，什么人都是从省得上山，何况又是免掉出门等候得麻烦的。他就出入我们店里，以上是5多位了。虽然每月的收入不过是10块8块一铺，但是分他处的收入凑上起来，那也差可以勉强支持一家的生活。他好容易安堵将一线的生机，注料金额后可以不住彷徨以及寒线上了。殊不知这位主人未消，不错的先后领头了。他都同业走门样息了他在破格竞争走，并且是很厉害的在阐述他们的地盘。本住相度的同业心理，就准能叫他们默然做事。其这个，就是他就被罚的报复啦。当他在卡卡里港面前，一听到罚金属5元的宣告，真的是晴天的霹雳哦友谊。大人。我是现趁现食的艰苦人，哪有这笔钱通拿？无钱拿，拘留15天好拿。大人啊，后回唔敢啊！这摆阮店伫阮厝一家人拢看我这2只手真用。会使的，拘留啊！他主导求情已经无望啊啦，以7倍至15天，还啊，照7点以注入6罚金。新内按按算走，一日平均准效减都5个头，1元2角半，那么15天岂不是可以收入都是8元7角半了吗？不过较斟酌一点要紧就有影，自安尼纳了你。这摆是特别稳定的哦，若是再还爱还2倍哦。卡卡里港还在山顶领着。好，他打一级攻出了门。便一溜烟都跑到我们的店里来，因为不忘我们店里还有2个月的主顾带走。对不住，家私被没收去，我被伴随来。伊安顿了好势，才安心离开我们的店里。但是怎样他亦不怕法律的森严哦？激流罚金起诉当晚的事吗？啊，这他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你了。不过，他是有法把自己及家族的肚子收起来，去从事免足的起得，就是免足住手，怕也不知能否及时找到用他的雇主，行足事务有开店营业的能力，这是显然的事实。然而当被检举的瞬间，他都会不生惶恐起这种生意不好做了。但是这种生意不做，要做什么？唔得做惨，不为同事犯法。这时已经卷土重来了。他看见我们店里那2个主顾还没打算走，不禁表露一种庆幸捍卫这斗神情。主诉不安的空气瓶要吸他起无谓的一臭。